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6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美国总统大选当日开票，根据美联社数据，目前Trump248票，贺锦丽214票，东北三大摇摆州拢是Trump领先。美国一个查甫人牵涉甲未成年性侵被判刑，10月初来台湾，目前找无人，移民署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台南渔光岛最近有雌婴的游客去互流浪狗咬着伤，佫毋难一层。动保署加强掠狗，嘛提醒民众莫去咬人。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美国的总统大选是当日开票。根据美联社数据，目前共和党的 Trump 是摕到248张选举人票，民主党贺锦丽214张。美国土地块包含6个时间区，上晚开票的夏威夷甲阿拉斯加嘛拢已经咧开票。也若是伫咧这段期间，美国 FBI 哪像是接到线报，讲是有几多件哪像是来自罗西亚的假炸弹攻击。美国总统大选继续开票，也毋过部分投票所出状况。宾州坎布里亚投票所电子投票系统软体故障，造成选民无法度扫描已经完成的选票。法院已经下令投票截止时间为暗时8点延长到10点。宾州是关键摇摆州，也有一个选务办公室遭破坏才闹事。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基是因为技术问题，大约有31000张选票会重新计算。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乔治亚、密西根、亚利桑那甲威斯康辛等摇摆州接到关注罗西亚电邮网络的炸弹威胁。初步判定相关消息拢是假消息。乔治亚州霍尔顿镇有2个投开票所因为底站关起来，和今类无聊，烦恼假炸弹消息影响选情。32 bomb threats at different polling locations. We were able to clear 27 of them very quickly without the need for an evacuation.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伫佛州投票，当局出动大批警力维安。Of course, there'll be no violence. My supporters are not violent people. Didn't concede the election in 2020 when you lost. They're concerned that if you lost this election, you wouldn't concede again. What do you say to those people? I think they're crazy. If I lose an election, if it's a fair election, I'd be the first one to acknowledge it. And I think so far, I think it's been fair. 贺锦丽是伫拜6完成邮寄投票，初五出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电话银行活动，感谢支持者的爱护。Sage? Hi, it's Kamala Harris. I can't wait for you to grow 10 years more. You know what? IEPs are so important. We have so much work to do to just keep reinforcing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贺锦丽甲川普拢想要伫今年大选中创造历史。贺锦丽希望会当成做美国第1位当选总统的女性。川普是要争取自1892年克利夫兰了后第2回2摆当选，也不过任期无连续总统。公视新闻吴玉莲编译。根据美国媒体伫咧投票所外口做的随机调查，发现等候贺锦丽甲 Trump 的是一半一半，选情正得甜。根据这民调机构做的出口调查，重视经济甲民主的选民分别是有1/3，也若是关心党贷款甲移民问题是各占1成。伫咧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进前接受审判纽约市。伫纽约市立大厦保鲁克分校的投票所，一早起就真侪选民来投票。虽然有第一遍投票的大学生讲，川普的经济议题较好，是较适合的总统连选。不过，随机接受访问的多数的选民，大部分拢讲因支持贺锦丽。有真侪川普支持者的佛罗里达州，也粉丝等是川普的翁仔。会伫投票所外口跳川普的扫沙舞，不过有选民一直到最后一刻，一个伫咧甲贺锦丽邮票。He thinks he owns the flag. The flag is owned by all Americans. 有美国上侪阿拉伯的选民的密西根州，阿拉伯的选民薛哈讲，川普甲贺锦丽伊拢无介意，理由是因2个人拢无认真看待中东问题，无法度有效互战争停落。 The Arabic community here in this election. They divided between some couple need Trump, couple need Harris. No need to vote anyone. 像小哈这种阿拉伯嘅选民袂少，密西根州差不多20万嘅阿拉伯嘅选民，民主党伫咧顶一届总统大选内面摕到7成阿拉伯嘅选票。
伫选前民调显示，川普甲贺锦丽两个人伫咧密西根州支持度差不多正晚。关键的摇摆州内华达州，美式卡球迷来到拉斯维加斯赌球者的主场中式体育馆，大家拢是为着要投票了会当摕到这张球队的大纸。另外一个关键的摇摆州威斯康星州大学的麦迪逊分校投票所，有真侪第一遍投票的大学生。选务人员就正用心讲解安怎投票，互因有较好的投票体验。I voted through a touch screen, which was nice, but I am very happy to get my vote out and vote Harris Walz. 而德州已经80岁萨拉斯是第一遍投票，伊住伫阿拉莫已经超过60冬，会当远远看到13公里外的家乡墨西哥。伊本来无啥积极要摕到公民的身份，不过川普所传达的反移民气氛。会感觉，亲像伊这种伫咧努力生存的移民，可能会拄到生存危机，就要用选票来争取家己的权益。因若至少伫国际太空站的4位美国太空人，决定毋是伫投票日即天投票。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是简化投票流程，一寡太空人透过电脑将选票写好了，加票资料透过卫星传转来地球。自6月就进驻太空站的太空人威尔摩，吹过加田纳西科技大学学生伫咧对谈时阵，就证实伊已经投过票。公司新闻张锡芬编辑。咱台湾人嘛正关注这场大选，因为拢讲烦恼会去影响到台美中目前的关系。国安局长蔡明彦就表示，无论是虾米人当选美国总统，对这国际经济也有台美的关系，拢是全新的局面。伊嘛认为讲，这美国是延续对台湾友善、对中国打压的路段。台湾甲美国政府嘛维持战略沟通。美国总统大选结果非常受关注，敢有可能对台美关系产生变化？国安局长蔡明彦透早起立法院报告备询的时表示，即马无适合对任何结果一判一笑。台湾未来会继续和美国现任或者是新任的政府维持战略的沟通。重点放伫重新关注后一个阶段台美合作的议题，包含国防、经贸、供应链的合作部分，提出更较侪具体合作计划，深化台美的关系。我们认为，不管是谁当选美国总统，对于国际的情势跟台美关系都是一个全新的局面。那在两岸的政策的部分呢，我们认为美国会延续现在至中友台的一个政策的路线。蔡明彦也讲到，选落来重点是美国政府交接的过程，国安局会加强甲国际友盟合作，交换相关的情报。也若针对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进前直接讲，爱台湾增加国防费用到 GDP 的10%。那川普当选总统，敢会影响到对台湾的军购案？国防部副部长毕鸿辉也做出回应。美国总统大选全球都在关注，我们自我防卫的决心是永远不变的。在地缘战略上来讲，有我们的重要性。那我们做好我们自己本分的工作。至于说国际的情况和现况大选情况呢，我们持续关注。军购的部分也有新镜头。国防部证实讲，咱向美国买29套的海马斯自降火箭系统，头一批11套海马斯已经运到台湾。另外，拖地比飞弹甲 M1 战车又拢按算伫年底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一个美国的查甫人是捌牵涉甲未成年性侵去互判刑，伫咧10月初的时阵是走来台湾，而且伊住的所在阁无住伫咧登记的所在，就互社会真惊吓。移民署即阵嘛证实讲，毋知影即个美国人即阵人伫咧地，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网络流传外国性侵犯入境我国之资讯确为真实。该外籍人士入境后，本署才收到外国政府通知，该外籍人士曾于23年前有缓刑记录，现并未遭外国政府通缉。透过美国在台协会通知，这个43岁美国人，2001年伫咧俄勒冈州是捌涉嫌性侵未成年人，伫咧当地去互判刑。移民署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斗找人，若是找到，就赶紧甲伊赶出国。台南的渔光岛最近是有雌英的民众去互流浪狗咬着伤，这个受伤的民众是讲，伊迄当阵只不过是伫咧刷捕友巾，说是凶去互狗仔攻击，而且这款案件佫毋纳一层。动保署即阵是加强掠狗仔，嘛提醒咱的民众莫去甲因饲，莫去甲因弄。动保署人员透早去台南渔光岛说合正要掠龙洞狗仔。
渔光岛的那天白云，城袂少人去遐出影，这几年佫变做台人正穿的观光景点。不过最近煞风声有去遐出影的人，互龙洞狗攻击意外。我距离它大概4-5公尺吧，我只是在旁边那边做暖身，也没有冲过来，就是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已经被咬了，就打破伤风啊，就很正常，该怎样就怎样。我们昨天发在群组之后才发现，原来其实有其他女冲浪客也被咬这样。对，然后他只是在那边看海、看浪况，然后狗就冲过来追他，他就赶快蹲下去，然后保护自己，然后就咬到脚，然后咬了狗就跑掉了。民众只是咧海沙坡活动，龙洞狗仔就去加加。当地里长也发现，渔光岛的龙洞狗仔唔乃一丁尔，北中南的海沙坡拢有。这些流浪犬有攻击性，像现在很多学校，这些小朋友都有办那个户外教学，都来森林里面来走走，介绍这些树种的问题。可是万一这些流浪犬如果临时性会咬人的话，是不是更危险？这样？那目前我们会派员来加强当地的流浪犬管制，必要的时候会带麻醉枪去进行捕捉，来确保游客的安全。渔光岛的美丽海沙坡景致，成侪民众去佚佗。即马所出现龙洞狗降价以外，目前动保处强调会先用含剂甲抓，若抓袂到，才会用麻醉枪，避免有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平镇一间国小，昨下晡有4个学生囡仔去食到油桐籽是吐骨老，校方赶紧甲因叫救护车送病院。这几个学生囡仔洗胃吊大肠了后，就回去厝休困，今日嘛正常回去学校上课。油桐籽伫树顶随风伫摇，学校走标场边仔几丛油桐树大约3层楼悬。初5下晡，桃园市平镇区某一间国小有4个6年的学生伫学校无细机食到油桐花籽了后中毒，送病院加在洗胃了后无问题，隔顿工也转来学校正常上课。它很像坚果，所以我们就想说吃一口看看，结果肚子有点痛的，想吐。学校呢就尽速的马上做了送医的处理。那在进行这个医疗措施之后，就是有进行洗胃以及吊点滴。那所幸最后小朋友都能平安无事。有家长质疑过油桐花籽有毒，后来无应该种油桐。今年初苗栗也发生过高中生无细致食到油桐的果子，就体中毒的案例。有机关提议讲，后来若有种油桐，应该教育并且提醒学生伊的毒性，避免放咸无细致食到对身体危害。些家长跟我陈情不解，说为什么学校要种植这些？建议学校不妨在油桐树和油桐花籽的这个果实结籽的这个树前可以立下一些警语告示牌。无细致食到油桐籽的代志发生了后，学校遂重新伫树骹做一个告示牌，加强警语。学校表示，油桐树种这侪年，第一届发生这种意外，会较细致的强化教育来宣导。教育局是请各学校加强学生对大自然、校园环境的正确知识，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这成公司生产的飞马牌特调咖喱粉，是去互验出讲带有会致癌的苏丹红，是药师检验是确认讲有验出苏丹色素。主要的问题是出伫咧印度姜黄粉，是药师就宣布讲，对今日开始，印度姜黄暂时查验1年，而且逐批拢会验看敢有苏丹色素。这间公司生产的飞马牌特调咖喱粉，伫最近被检验出致癌的工业染料苏丹红，有问题的产品5000多盒，即马已经回收下架差不多4成。教育部也宣布，学校的中等等暂停使用这项产品到明年的1月20日。即马大家关心到底苏丹红是对倒来？食药署针对各件原物料做检验，发现原来来源是印度姜黄粉。姜黄粉里面做定性的时候，也确实有检出苏丹色素。经过了很多天的努力，到昨晚才确定这个有完成检测。食药署讲，这批有问题的姜黄粉是今年扩大苏丹红检验管制进程。伫去年进口入来台湾，因为业者今年进口其他的原物料，包括辣椒干、辣椒粉，即马拢无验出问题，表示边境采取的管制措施有效。因为为了要防止掺着苏丹红的产品输入，食药署宣布自11月初5开始，边境检验是针对印度姜黄采取监视查验1档，
突破检验苏丹红的色素。昨日起，我们就针对印度的姜黄采监视查验1年，逐批检验苏丹色素。那么跟各位报告，目前苏丹色素在我们边境查出来是一律销毁不得退运。另外，伫咧后市场的部分，食药署也将会甲地方卫生局合作，专门清查印度姜黄，对象是131年到即马，抑搁伫咧有效期内咖喱粉、姜黄粉等产品，总共22间业者。食药署强调，制成公司得到咖喱粉验出苏丹红，违反食安法第15条，以及而且检调侦办。会当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罚800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就是立冬，古早话讲立冬补冬补喙空，这个意思就是讲冬天要来啊，就要赶紧进补挺身体。不过大家人的体质无啥共，若是为补品伤过热，颠倒就会有反效果。亲像伫咧台中，就有民众是连续食3天的羊肉炉，皮肤就严重过敏，佮补一大堆条啊。是姜母鸭、羊肉炉、麻油鸡、鸡酒，或者是那种烧酒虾，或者是那种药膳的羊肉，或者是药膳排骨等等。因为季节的关系，它天气冷嘛，需要御寒，所以它里面都会加入比较多辛香料的一个中药材。那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就会让我们原本体内的发炎状况可能会变得比较明显。所以如果本身体质燥热的话呢，就不适合多吃这一类的一个药膳。真侪人在寒人都会食羊肉炉、食牛母鸭，这食落到底身体就烧乎乎。不过在台中，就有民众连续食3天羊肉炉了后，就开始补条啊、皮肤痒。医生就提醒观众朋友，平常时啊，骹手会冷叽叽，定着受风寒的人是较适合食温补。若是这火气大、喙焦、惊热、熬流汗的人，就无介适合。另外，若是当咧感冒发烧、胃肠炎的患者，嘛无适合食补。咱头拄则讲到明仔就要入冬啊，这几天确实是有较凉冷，所以就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这呼吸道的疾病是又搁要开始流行啊。符合资格民众，也有时大和慢性病的患者，就要赶紧去做公费流感的预防针。天气反凉，秋冬开始是呼吸道疾病流行的时间。疾管署估计，到旧历过年之前是流感、新冠肺炎流行期。台湾感染症医学会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指出，去年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有8962人，其中65岁以上时代占89%。医学会呼吁年岁较大、有慢性病的民众要特别要意。除了大家最近广为知道的流感、冠状病毒，另外有一个就是肺炎的细菌，包括主要的是肺炎链球菌，60几岁的人的长者。那另外一个就是身体有很多疾病的这些人，原来有肿瘤的人，原来有慢性肺病的人，原来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甚至原来有免疫性的疾病、慢性肾病、代谢疾病，包括糖尿病等，这些都是各式各样感染的高风险族群。另外，医学会也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抗生素使用量有增加，造成全球有抗药性细菌的比例大幅度提悬。医学会讲，若细菌抗药性提悬，肺炎重症、慢性病、手术的病人，若互人胃着，可能因为无有效的抗生素通用，就有性命危险。比如说像口鼻的患者。住院加上抗药性细菌的感染，它会延长住院3到5倍。如果这些问题我们都不解决，到2050年，估计我国每年会有3.3万人直接因为抗药性细菌感染而死亡。医学会提醒民众，若去互医生看，莫主动要求开抗生素，也唔通家己买抗生素来食。另外，做新冠、流感、肺炎研究科这个预防针，唔但会当避免破病，也会当减少使用抗生素。记者讲，王兴中台北报道。中度风台银星目前是伫咧鹅銮鼻东南边620公里的海面，预计是继续向西边行驶，影响咱台湾的机会较低。不过因为这外围云系，湘北、宜兰、花莲雨水也是较高。离台湾比较接近的时间就是会落在明天晚上一直到9号清晨这一段的期间哦。依照我们目前这条路径，其实是还没有到发海警的一个程度，还有比较偏北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有一些发海警的一个几率，不过目前看来是会比较偏低一点的。它偏南通过，那不过还是会有一些外围云系影响。那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就是会落在大台北、宜兰花莲这一带。气象署表示，银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几率无介悬，虽然伊规模无介大，不过是正直北。如果上紧是拜四暗时就会通过巴士海峡，这正方面的北部甲东北部温度就会明显下降，卖落雨。加上这东北季风，今日这台北市是已经降到19.5度，是今年秋天到今头一回降到20度以下，大家都要注意加套衫。宜兰县168中青食堂是服务9000外的时段，这时段只要逐顿纳30块就当食中昼。不过这物件一直咧起价，加上今年连续3个风台菜价贵33，有的食堂是已经开始咧倒塌。另外，这宜兰县出名的葱啊，受到风台的冲击，10公斤是已经破900，破纪录。大厅内面伫咧炒白菜，宜兰东山乡长青食堂灶家内面，大家正无闲，伫咧甲许大人传中昼顿，不过即马要去买菜，正头疼。非常贵。怎么说？台风过后啊，因为接连2个台风来，都影响到那个菜价啊。这几年物价一直起，国家今年连续3个风台，菜价是贵33。虽然来食的许大人一人一顿拢会付要到40块，不过一寡长青食堂也是无够钱。官府的消费处用滚动式的检讨让这些长辈最起码在涨价的时候不要出得太快。我们已经专签请县长可以来核定它食材的补助金。我们希望每一个单位都再加补助1个月的行政作业费。并在甲县府争取调起长青食堂的补助。根据县政府的资料，宜兰总共有168长青食堂，和9458位许大人食中昼顿。县府讲食堂的补助会对着物价做滚动式调整，怎么研究今年每一个食堂加发1个月行政补助。一支就收60块啊！宜兰的三星葱啊，也因为风台，吹到上悬的泡卖绩效，1公斤超过900块，照安尼算，一支葱啊就要60块，创新冠纪录。天的葱价已经来到1公斤900块了，然后平均价格570，比去年比昨天来讲的话，上涨大约1成。今天早上价格一出来，本来想说今天要休息，也不做了。看到这个泡卖绩效，有卖葱油饼的业者讲。本来想讲今仔日规期休困卖做，要若伫市场买菜民众也讲，即卖菜实在有够贵，买袂落去。风台过了，菜当时会较俗，大家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岛溪石屏部落是传出这乌熊走入去饲鸡场，刚食掉400多只的山鸡，佮把水公铺海去。不过这乌熊是属于保育类的动物，是要安怎莫伤害到因，佮会当甲因赶走，都互农民真头壳疼。今日石屏部落的饲鸡场风台中，鸡舍围篱甲铁皮结构碎骸，更较严重的是，80岁起就有乌熊到饲鸡场食山鸡，附近也有勇士户更较惨，算看卖有400多只山鸡互食掉。有一个古小姐了，古小姐她被吃多少？400只左右。哇，好惨。林务局的这几天都在这边放诱捕笼啦，或者是说都来看了有没有熊在下山这样。花莲岛溪乡一直是乌熊生团的领袖，林保署接到通报，也派员到现场勘查，初步发现有翕毛加粪便，所以伫当地驾驶摄像机果然伫10月2日发现乌熊出入的证据。22号去驱赶完，结果熊啊，它就没到第一户，它又到了第二户。那第二户我们又去驱赶，它就到第3户、第4户，这样连续到现在总共有5户的养鸡户有在那个被熊入侵的一个情形。乌熊安怎会愈来愈接近人类？专家研判，可能跟山顶欠食有关系。通常黑熊秋冬天的时候就会比较下来一点，因为山上的食物来源会比较少。移动的时候，如果那边又鸡又多，它就不太可能会说我就再换一个地方，就像我们去逛超市它就可能在那边巡回排尾。林保署强调，真感谢鸡农无伤害乌熊，鸡仔损失会由政府补偿，也会发放通报奖励。也毋过目前赶乌熊的方式，用放炮啊、分鼻仔的方式会惊，也毋过未来计划会评估野放的时间甲地点。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咱的国防消息，今日早起1000吨级的顺风舰第3只连杆舰是到船，第4只 CG1006今日嘛甲号名做华联舰。行政院的副院长陈立军在放船典礼时阵，致辞就强调讲，这2只顺风舰除了是维护咱渔业，还有海上的救难，而且可以当执行监控强难重要的任务。有这2艘舰艇的加入会让我们的海巡更有力量来一起守护台湾。那尤其我们第3艘连江舰交船之后我们会配置在第8海巡队来这个担负我们海域的执法维护我们的这个渔业那以及海上的救难，还有监控共建等等各项重要的任务为着表扬这海巡人员捍卫国家主权甲保护人民的安全，当年11月初8是海巡节，感谢全国万外海巡人员规年无暝无日徛伫咧上前线，维护海域的安全。国军即阵是恢复1年期的义务役，各项训练拢真受关注。这恢复做1年的头一批兵啊，9月下基地训练13礼拜。这陆军今日就伫咧南测中心对外公开测验，头一回是操作这国造的红准火箭弹实弹射击，兵啊就展现因训练的效果。近日射击阵地细致检查弹筒，监视异常，扫落来采取跪下姿势，准备进行检测。这动作熟练的射手，当是1年期义务役男，头一摆进行红准火箭弹的实弹射击。接到射击指令，叶人开保险，搭配5倍光学瞄准镜，瞄准了后发射红准火箭弹，精准击到200公尺外的地区，场面真震撼。红准火箭弹是中科院研制的国产反装甲武器，上大射程会当达到1200公尺，有效射程220公尺。射了后就会当弹跳，一个兵就会当使用过去时主战部队使用，今年头一摆踏入义务役。也毋过要熟练操作红准火弹无简单，叶兰爱先伫步兵学校受训，处理红准火箭头程序合格了后，下基地时才会当进行战略射击甲监测阶段。对头一摆拍红准火箭弹的时段，叶兰拢真紧张，有完克服压力，陆续完成监测。有些紧张与害怕，但想起授课教官所教的程序步骤及要领，放下害怕的心情，顺利完成本次射击任务。当做平常在训练，然后其实没有说到很重。也毋过射击过程出现小可代志，为叶兰亲像无法度顺利发射。也毋过依序进行各种排毒，也印证国军实施实战化训练，考验官兵应变能力。他在静止60秒之后，要实施第2次的射击。如果仍然不发火，那就是弹药的问题。那我们这个不发火的弹药会后面交由这个未爆弹处理小组去做处置。是新式弹药，我们目前为止涉及到现在只发生过1次。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邀请相关部会针对咱国内青年薪水增加问题来专案报告。除了经济部是会予有这个员工加薪水的中小企业，加提供3500万的保证用资额度。这劳动部也有立法院法制局等等，嘛拢有提出相关的措施，咱做伙来看。青年加薪普遍化，劳动部表示，月计比3万1加，就属于加薪。估计按算有120万的劳工符合定义。立委直接讲，4个大学毕业生内底，就一个人领基本工资。调涨这个基本工资的话，会追得上现在的物价的上涨的情形的幅度吗？劳动部修正就业服务法，要提升薪资透明，原来是4万以下的，现在要5万以下的哦。为了鼓励中小企业甲员工加薪。经济部研究推出新措施，针对员工加薪的中小企业，若准有资金融资的需求，会另外提供3500万的保证融资额度，上悬9.5成保证成数，保证手续费也较较低的，以0.1%计收，也会扩大中小微企业的辅导，提升企业赚利润的能力。连带予员工加薪。既然要改善它的低薪，如果它的产值没有大量的产生的时候，就不可能有高薪的产生。就是接受我们帮助的企业，当他赚钱的时候，我们有强烈的要求他要跟他的员工分红。抢救加薪，劳动部建议公布薪水的标准，财政部推出减轻租税负担措施。
政府催杀加薪。对明年开始，政府约评估的月给应该比上加工资1.1倍搁较悬，大约31449块。立法院法制局是建议讲，透过修订公司法，要求公司伫章程当中规范获利应定额或者是一定比率调整员工的薪资。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日开公听会，讨论民众党的立委吴春祥提案的壮世代草案。吴春祥是认为讲，这55岁以上的拢爱统一合作壮世代，无应该放合作时代也是老大人。要求这政府就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专法来保障壮世代人口。针对这项提案，这专家学者的意见是真多元，咱做伙来听看卖。几十万笔在讨论壮世代，这个不管你用为什么以前叫老人、叫银发、叫乐龄，不管是怎么样，他你的身份你去问。你用去，大家都是已经被污名化的，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些事情。壮世代就是赋予他的新身份。台湾明年会进入超高龄社会，民众党立委吴春祥建议要消除对老人的歧视，应该爱对改名来做起。伊提出55岁以上应该改号做壮世代，而且要求政府应该设一个壮世代专法。不过，就学者认为，若是55岁以上拢叫做壮世代，安尼80岁、90岁敢嘛是壮世代？批评这种称呼意义不明。学者嘛认为老人这个词无歧视的意思，嘛无需要设一个壮世代专法。壮世代它是一个很华丽的词藻，但是它就是掩盖了，试图要去掩盖或者试图让我们老人这个需求被看不见。那这是不应该发展的方向，因为世界各国都是有老人福利法或者老人权益保障法类似的法案，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它包装在壮世代就不见了。不过，有学者认为社会上有真侪新的词出现，亲像手机世代、Z世代，所以创一个壮世代嘛是会使。不过，唔免立专法，应该先从政府原本的高龄社会白皮书提来做检讨政策，讨论这个议题的基础。壮世代反正在社会上面你要用，就跟我们讲手机世代啊、Z 世代、Y 世代，那当然我们可以去讨论这个议题。但是跟立法来讲的话，立法就必须要严谨，而且必须要了解他立的这个法到底有什么目的，可不可以达成。立法院的会、福利甲卫生环境委员会拜三举办壮世代政治甲产业发展公听会，会中除了针对名称来做讨论，嘛有针对敢要设一个壮世代专法进行讨论。真侪学者提出无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应该爱先将退休的年岁延到68岁较要紧，嘛有学者认为爱先规划好少年世代相关政策，安尼少年食老才有能力照顾食老的家己。也那提案的民众党立委吴春祥是表示，希望收集各界意见。当在面对台湾进入高龄社会的问题，记者陈阿选柯品济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印度有一台老公车，那像是伫咧山路出去，载落60公尺深的山坎，造成36个人死亡。也那是另外伫咧印尼受火山爆发，已经有9个人无命，2000外间厝受损。当地政府赶紧撤离16000外居民。对山谷落落去已经完桥变形的公车是倒伫咧河边的行顶园，救援人员无用在抢救，阁受困伫车内的民众。测试这台载满72个人的公车，在伫北亚坎德邦希瓦纳雅山区的车路的时阵，无适宜落落去到60公尺深的山谷。迄当阵红弹出车外，也是想办法逃出去的民众，家己报警察发救命。救援单位紧急派救护车和直升机送去病院。देखिए ये बहुत ही दुखद घटना है और इसमें सर्च एंड रेस्क्यू ऑपरेशन अभी चल रहा है। अभी तक जो पुष्टि हुई है इसमें 36 टोटल कैजुअलिटीज़ की पुष्टि हुई है।初步调查发现，讲这台公车已经真旧啊。事发的时阵，仍然有出去的情形。有关当局已经下令要彻查事故的原因。印度是世界上车路死亡率上悬的国家之一，当年拢有几十万人伤亡。大多数的车祸原因，拢和赛车伤凊彩、道路无维护好，佮有车伤旧有关系。另外一个悲剧是发生在印尼东部弗罗雷斯岛顶悬的勒沃托比垃圾火山，车杀半暝忽然间喷发，火山云直直冲击咧2000公尺悬的天顶。当局是随手散4颗雷啊10个砖仔头上万的居民，但小火忽然间将是摧毁学校、修道院等等真侪栋厝，至少造成9个人无命。
即马火山的活动是愈增加，印尼当局已经甲当地警戒级别升到上悬的等级，而且甲疏散范围扩大2倍，到4公里7公里。呼吁民众爱防范未来几天有可能出现内山做大水含岩涨流。上时，当地政府宣布未来58天入来到紧急状态，会帮助受灾居民做疏散和安置。我是新闻张慧斌编译。美国总统大选开票，目前川普是267票，赢过贺锦丽214票。虽然是还未达到当选的条件270票，不过川普已经宣布当选，伫咧竞选总部发表谈话。警方查非法跋筊，伫咧新北土城发现一间合法的鸡排车，那像是赶羊头卖狗肉，这表面上是提供场所予民众拍麻将，不过这背后却是牵涉金钱的交易。这原竟是当场展开搜查，掠到4个脚卡等咧纳钱。远警至现场埋伏，发现赌客于门外交付赌资，立即上前盘查，后持搜索票进入棋牌室内，查扣赌资新台币1290元。这几个脚卡刚开始是态度正硬，好人跋筊。不过警方甲伊问话了后，就一个承认，嘛查扣到1000外块的缴钱，依照跋筊罪间函送检方侦办。也若是击败社2个负责人，目前是咧做关系人调查，检警也要查讲因敢有收同仔钱等等不法的行为。中华关是全台湾唯一无火葬场的县市，县府正正是公布讲，因要建伫咧丰苑一笪殡葬用的土地来起火葬场，不过是引起二林镇的居民反对，认为讲安尼会去影响到因的环境甲农业。县府今日早起就伫咧议会专案报告，自救会嘛去议会陈情抗议。县府是表示，目前要去伫咧地也咧沟通当中。一大阵中华志林的居民举旗仔、画口号，来到中华县议会头前表达诉求。因为中华县府经伫中华丰苑一块9.5公顷的土地要起火葬场，居民批评县府唔听地方的民意。阮二林人唔是人吗？阮袂当输一下新鲜的空气吗？吼，敢有需要安尼？阮这可怜的，阮忍受恁开发经济，互阮的这污染。当地民众表示，中华县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无火葬场的县市。县府拍算伫咧丰苑起火葬场，毋过二林镇和火葬场干那隔一条路，而且二林是丰尾，当地人口密，又搁是中华县的牛村，若准起火葬场会造成真大的冲击。居民批评县府咧塞暗盘。监管嘛伫遮，养老院嘛伫遮，国校也搁伫遮。啊，你甲看76个哦，伊逐工个殡葬业伫遮来，你甲看新中国小朋友哪读册？咱我的立场。就是反对丰苑乡这个火葬场起伫咱二林的边界。自救会策略动员几若百人，趁县府伫议会专案报告时阵陈情，要求县府予因一个交代。中华县议长谢典林嘛甲陈情书收落来。县府强调讲，火葬场会建伫咧丰苑是经过专业的评估，希望打造殡葬统一集中的目标。各位的诉求，我们都能理解，也都接受到了。我们也希望可以跟各位好好的沟通。县府表示，目前要搁咧选地点，11月中就会开始举办说明会，甲居民沟通。不过当地居民是要求县府爱贴案捍卫居住权益。记者林建生、彭焕群综合报道。逐班拢有饲牛奶通食的政策，因为需求量真大，有的学校是够单也订无牛奶。不过，若是一寡有订到的学校，因为厂商送货时间无固定，有当阵若是一礼拜都要食3、4届，学生也是食甲会惊。加上有一寡囡仔因是食牛奶的巴肚疼，所以讲会当登记换做食豆奶。不过，即阵说是连豆奶的供货都有问题。火车甲牛奶载去学校，全校师生搁加放去保温袋内底。高雄南仔溪技工国小甲幼稚园超过1300个学生，对10月中开始，每一个学生都拢有食到牛奶，嘛拢食甲真欢喜。基本上学校有定的话，我们这边产生的量能在这几周都已经在逐步的去做配合跟调整，基本上都是可以达成。台湾零牛奶的政策，因为全国需求多，那以高雄来讲，有学校要等到10月中了才订会到牛奶。配合业者送货时间，有学校是一礼拜啉4届，也亲像南仔溪技工国小一礼拜嘛有啉到3届。
差点喝到奶。我们以1个礼拜调查，所以他这礼拜，比如说他喝了3天鲜奶，他觉得不大合适，那他就要跟老师讲说他想要换豆浆。那原则上主任这边都会登记。根据教育局统计，目前高雄大约8成，差不多200多间学校已经有甲厂商讲好配送。不过嘛，学校因为数量甲路线的关系，都要甲其他学校做伙定，才有厂商愿意来送。我可能这周考试，别的学校是下周考试，就变成我们这2个礼拜都不可以订鲜奶，因为我单独订他不会送。遇到户外教育，像我们学校1个学年有200多位学生，我那一周也要暂停，因为我如果不暂停，他送来之后我没有办法登场。除了要订甲配送的问题，阁有袂当啉牛奶的爱改啉豆奶的学生，学校嘛是找无厂商愿意来送。有学校的营养师表示，因为豆奶的南区厂商的招标，即马搁再流标，学生当时才会当啉到，伊嘛是无法度保证。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培育更较侪半导体人才，台积电甲教育部合作，伫咧分科台办5年的半导体人才培育计划。这学校是会补助来台湾学生4年的学费，台积电会提供逐个月1万块的所费。今年9月，就已经有一个日本学生来台湾上课。来自日本的学生真夏彩音，高中毕业了后，就想要来台湾读册，原地打算要读企业管理系，毋过知影云林科技大学要推出半导体人才培育计划，毋免学费，逐个月阁有補助生活費，所以決定改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日本で習った部分は簡単な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中国語なので、習ったことないところは難しい。分科代表示，台积电新本一厂伫咧今年第4季开始量产。除了对台湾派出工程师，台积电嘛希望会当培育更较侪国际半导体人才。伫今年7月，甲分科台签约合作5档，由校方补助4档的学费，台积电逐个月嘛提供1万块的生活费。按算明年9月会当招到90位日本籍的学生。学校自己本身等于有点类似奖学金这样鼓励他们过来念嘛。我们整个叫半导体学程，那这些半导体学程后续可能会，它也可能在半导体的其他产业啊，可能也在封装啊，可能也在那个测试啊，可能也在各种不同的那个半导体的产业。校方表示，参与这个培育计划学生毕业了后，若是顺利通过考试，就会当去到台积电上班。而且明年是已经有12位日本籍的学生来报名，未来嘛打算要去到德国来招募人才。记者综合报道。当年的11月17是属于世界早餐 AI 日子。这伫咧少子化时代，咱台湾早餐 AI 人数确实咧增加，一寡家庭负担拢会经济负担特别重。民间团体就呼吁讲，希望会当有一寡补助的津贴来照顾这寡家庭。守护早产儿，再迈进一步。民间团体立委同齐发口号，希望各界会当提供早产儿更较侪医疗照护甲补助津贴的支持。因为台湾这几档出生率是逐年咧降低，不过早产儿的比例算是直直咧增加。根据国民健康署上新的统计，台湾2017年早产儿比例是9.69%，2023年已经提升到10.87%。另外，早产儿家庭为着要提供婴仔较好的照顾，经济上的担头也加真重。在治疗早产儿，比如说开放性动脉导管这部分的用药，一直都是家长要自费，那一个疗程可能就是要2万块左右。台湾早产儿基金会也指出，早产儿可能会有合并病症发生，这寡早产儿有较大医疗需求，真侪药品需要自费，加上因定定爱加补充一寡营养。根据基金会统计，照顾早产儿前6个月需要的开销是比照顾一般婴仔佫加4倍。但是有些呢是连台湾的厂商都不愿意去拿许可证，因为量太少了哦，台湾的市场太小了。那这个时候就用专案输入的方式，那么由 FDA 来协助，然后健保再搭配，那么给付。健保署长也表示，早产儿出现亲像视网膜病变、动脉含了无完全等等，拢是真接看到的病症。针对治疗的药品，因会呼吁厂商申请许可证，赶紧补齐，佮用健保给付的方式来帮助这早产儿家庭减轻因的负担。另外，基金会也指出，家长现在需要带婴仔去治疗，若是会当互这有需求的家长有相关的假通请，满足早产儿家庭的照顾需求，建立一个友善早产儿的环境，互因会当健康成长大汉。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
新竹关西一对翁仔某，因为这厝内2个祖囝拢是身心障碍者，为了互因会当接触社会，是专工开一间咖啡厅。除了这，互因的祖囝会当伫咧内底上班，嘛互因学讲安怎甲人客互动。另外，伊嘛伫咧咖啡厅内底饲3只狗仔来陪伴因，互因的生活有无共款的变化。甲拄煮好的咖啡捧互人客，另外一个当咧灶骹专心切水果。因是咖啡厅头家参头家娘的一对宝贝查某囝，当初时会开咖啡厅，主要就是希望互囡仔会当接触外口的人，嘛学习社会生活。我们家有2个慢飞天使，他们在社会上面，不管在学校还是在生活上跟人相处，其实都是有一点点的小困难，不懂得怎么去跟人家互动。为了让他们能够跟人相处上面慢慢的磨合，所以才决定开这间店。一般你是看不出来说他们是这样，基本上给他们一点时间，其实他们是做得来的。头一讲深头把拄到囡仔惊生分的问题，后来开始伫店内饲狗，透过观察狗仔参人之间的交流，囡仔大大的惯势就袂搁再惊，而且嘛会晓安怎面对人客。他们慢慢的学会怎么去付出，怎么去跟人互动，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意外插曲。即马因查某囝除了会晓安怎融入社会、甲人接触，原地生活也有改变。包括咖啡厅毋但卖咖啡，阁有温暖的故事。因翁仔某讲，其实只要愿意互遮的囡仔学习机会，因的表现绝对也是一定的。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中华生活美学馆是对于2020年开始推动中台湾青少年艺术计划，或者表演艺术进入校园，培养学生囡仔的艺文素养。今年承办活动的乒乓草剧团是扮演这台语戏剧，用趣味活泼的方式，让囡仔人哪看戏哪学台语。趣味演出，让大家囡仔看甲笑开开。这是乒乓草剧团推出的台语戏剧《我的爸母是金童玉女》，改编7世夫妻的典故，现代造型透染古装人物，让囡仔人无共款的看戏体验。以前也无遐济时间会当看到台语的戏剧，今仔真欢喜会当看到台语的戏剧。以前学台语是看课本，今仔日会当哪看戏哪学台语，我感觉真趣味。中华生活美学馆为2020年开始推动青少年艺术计划，有应对活动、剧场表演，要增加学生囡仔的艺文视野。过去剧团表演内容大多数拢是国外囡仔歌，不过这几冬来愈来愈多台湾本土故事的题材。阮就会改编一寡台湾的文学作家，像王拓，还有咱中华的作家陈恒佳，我嘛正跟南管合作，演出南医生的故事，除了西方的一个童话故事，咱本地一寡真好的作品，咱嘛会讲换做戏剧。剧团表示，深头仔扮台语戏，袂少家长会惊囡仔听无，但是舞台顶演员的表演加上灯光效果，囡仔嘛是看甲目睭无转轮。学校讲，相信透过台语剧场的演出，自细汉培养囡仔艺术甲台语能力，未来一定会发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是有25%时代捌感觉讲真孤单。不过，美国密西根大学有一项研究，讲若是时代一年做超过100点钟的志工，就会当解决这孤单的问题。所以讲，有一位70岁淑真姐啊，当年是做要500点钟的志工，伊讲安尼生活真快乐，咱就回来看。70岁淑真姐啊，逐工拢喙笑目笑，互家己的生活过了真快乐。下晡先去买菜，食完暗顿了后，就准备要去做志工。淑真姐啊，讲做志工帮助别人，互伊感觉真快乐，身体嘛对咧变甲真勇敢。唔爱做志工哦，关喺厝的吼，会老人痴呆哦。我是感觉讲吼，安尼会感觉保持一个足少年的心啦。
小晴子啊，逐工拢摆满家己的生活，做志工、买菜甲带孙仔，互伊感觉生活真有意义。美国密西根大学嘛有做一份针对时代孤单物质的研究，研究发现讲有做志工的时代，确实会减少孤单的感觉，而且做志工一档一定要超过100点钟才有效果，若无超过100点钟，对减少孤单是无什么帮助的。那这个研究它就是发现，就是说你参加志工服务时间超过100个小时的话，你会觉得比较不能感到孤单，那你的孤独感会下降，会明显的比参加志工服务不到100小时，甚至是或者是没有参加志工服务的人来得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有1/4的时代捌感觉过孤单，而且真侪研究嘛指出，孤单会对时代造成心理、血受、健康等等的负面影响。当时基金会嘛建议时代会当找家己有兴趣的活动来报名做志工，加交朋友，加找人开讲，丰富生活嘛，趁着健康。记者第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全世界有超过46000种物种强要登种啊！伫咧咱台湾嘛有46种野生动物强要登种。咱的中研院即阵就甲国外共款，拍拼收集甲保存即寡动物的 DNA， 希望是会当帮助因生活落去。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统计，目前全球分列做强要灭绝的物种有超过46300种，亲像野生的虎，100年前有10万只，到今敢若剩4500只。要安怎保育这面对生存危机的动物？英国就有保育机构伫零下80度的低温环境，甲动物组织细胞甲 DNA 上千的样本冷冻起来，希望会当帮助这个物种搁再生存落去。This could be an absolutely vital lifeline for many of the species that are literally on the brink of extinction. We can freeze tissue down, freeze those species down in time, ready really to be brought back to life at a moment's notice in 10, 20 or 1,000 years' time, effectively still in a living state. 伫咱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内底，也看到侪鱼类的样本，这只是保存的一部分尔。因为有农业部林保署的支持，自2004年开始，咱国内也有甲英国相像的计划。计划执行20档啊！研究中心的博士分享，透过甲动物的组织放伫专用的保存塑胶罐内底，加入液态氮低温保存。目前中心已经甲4800种的动物组织收集起来。我们基本上有几个重要的考量。好，第一点就是这个物种它是不是濒临灭绝？如果它濒临灭绝，我们就会优先把它做保存。文版台湾土龙、台湾乌熊，这拢是咱上知影强要绝种的野生动物。根据农业部林保署的统计，目前台湾陆地甲海域计共有64种强要绝种的野生动物。研究中心也强调，做野生动物的保育，毋是干那我靠用低温冷冻来保存动物的组织尔，希望是伫野外同齐来保护这个动物。两种方法相并行，各种相关领域的人才做伙投入，才是对野生动物的保育上好的行动。记者张家琪、林玉凯台北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的温度。北部地区20度到23度，中部地区21度到28度。南部地区23度到30度，东部地区20度到27度，外岛地区19度到24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